咱看强烈风台米克拉，按算明仔拜三拜四会上接近咱台湾。这气象署目前评估，这个米克拉暴风圈是未定了，不过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全台湾是拢会落雨。目前米克拉风台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牵引，一路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拜三开始，因为太平洋高压减弱，风台东北会伫拜三甲拜四2天上靠近台湾，会渐渐往东北方的方向离开。拜五、礼拜六，锋面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因此在西半部以及在地区还是会出现不定时的这样的侵袭，而其他地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雷阵的。气象署讲，米克拉风台暴风圈未侵台，不过台湾会受外围环流影响，拜四对流旺盛，差不多全台拢落雨。提醒拜五到拜六，米克拉转往东北方离开的时阵，会牵引北方方面落南，促使北方方面搁再挖紧影响台湾的天气，一直到礼拜才会有稳定的天气。目前伫西北太平洋热带扰动94W 是持续伫评估影响。另外，今年开始有9个风台名改换，包含2024年10月底侵台的狂热风台。那创下1996年甲当登陆台湾规模上大强烈风台纪录，累计死亡600多人受伤，加真侪民生农业损失，即马改名叫高基。安尼当年同月份登陆的3度2风台造成全国4个人死亡，1个失踪，719人受伤。强风大水雨霜断南台湾，即马嘛改叫布拉帕，其他阁出现结晶改造残甲啊、鳗鱼改叫点心等，引起讨论。台湾委员会的成员国其实每一年他们都会去检视，有些台风会造成很严重的灾害的话，那另外就是有可能说，这个台风可能它的意义或者是发音可能有一些争议哦。专家解释，风台改名是风台委员会当年例行的工作。目前台湾因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无法度参加改名。但是英国风台名，气象署大部分采用英文发音的音译，即嘛是直接翻做中文的意思，像讲参甲啊、点心等，互民众较好理解。未来这真特别的风台名，一定会引起讨论。记者采访报道。今日天气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好天烧热，高温是32至36度。气象署是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资讯，咱来看分图。气象署提醒，今日伫大台北、中南部甲花莲地区，甚至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屏东有部分地区是出现红色高温灯号，可能会热到38度，嘛提醒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即马风台北来啊，花莲万里溪水头是出现一个崩山湖，林保署是申请空勤来空中勘查，初步发现这崩落来大概是有45公顷宽，水量可能有到600万立方公尺。若是这水拢总崩落来，伫咧水尾这万营、凤林拢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空勤直升机接到林保署申请置换了，伫大高线万里溪桥水头30公里，深山发现崩山湖。因看到万里溪正平山壁大规模崩塌，造成河道塌起来，初步崩塌面积差不多45公顷，目前水位还未搬出来。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初步的资料已通知下游的水利署9合分组帮忙观察水位。另外，在这个淹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初步估算，这崩山湖上大储水量可能有600万立方公尺，但以后水漫出来，可能影响水尾万景乡、万景村、凤林镇、新井里、长桥里等住落，互两个公所是真紧张。那我们现在立刻已经针对我们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请林保署这边尽快根据航照的资讯来确定我们的那个警戒区的范围。现在目前万户不到1000人了啊！如果说要撤的话，这不是公所能力所及啊，那还是要请中央协助我们帮忙。虽然这崩山湖才多出现储水量，也无达到警戒，不过下边的居民拢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清掉，因为有前车之鉴啊，光复去年的事情。我们现在听到验收3个字，大家都怕。应该要先让它去挖掉。不可以再用自然力。不行啊，那个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法院分数强调，控制完成了爱制作上新地形资料，才能进一步分析坝体结构、抽水量加暗藏的风险，同时也继续监测水位变化，及时通报各级灾害应变单位，提醒民众最近避免进入万里溪溪坡、甲周边河道活动，随时注意官方发布的防灾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即马学生目睭歹，学校会分一张视力不良灰条，叫你爱去互医生检。不过即马交通去学校拢是爱靠人工来监督，造成学校的医护压力。台湾眼科医学会就建议推动自动上传的整合计划。再来是《联合报》。卫生部的统计，去年45岁至64岁族群行底路的人数增加，其中大多数拢是因为欠钱，互人骗的上界多。最后是《自由时报》，公布检警防卫作战开始操办连5日备战操演，加强对训练转开战优先部署行动。昨早陆军是大型出动飞大车、军霸铁甲车、加迫炮车、拥护战车来镇守桃园重要设施。海军的海防大队向防飞大车也接到命令，对左野军港来出发演练机动部署。有攻顶甲反装甲的能力，国军反制中国战甲车坦克杀手拖式飞弹车出现伫桃园地区，立即备战操演来起鼓，防范中国登陆本岛执行突袭空降作战。几若只军霸甲车对伫拖式飞弹车后壁为基地出发，机动部署到战术位置。CM22迫炮车、CM11拥护战车、通信车嘛同齐演练，透过战场经营强化实战化训练。国军防范共军游训船演、由远转战，今天起1连5天的执行了5天的地图备战操演。第一天由陆军260打头阵，守护北部的重要设施。国军立即备战操演，执行计划性、非计划性操演，透过无同状况，互军队熟悉战斗实务甲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兵战转换、优先部署行动。这嘛是国军年度练兵3部曲的头一步，续落来，佫有7月头一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当头戏是汉光42号演习，会伫8月举行，结合民防后备部队检验全社会防卫韧性。汉光之前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汉光，陆军不管是 M1 战车、海马式等等，我们其实拥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武器。那新的武器要如何在这一次汉光演习之中去表现我们的一个实力？我觉得这一块会是这一次的立即战备操演的主要目的。只不过国军开始立即备战操演的前一天，中国就宣布执行今年第2届远海导航。中国几若只机舰前往西太平洋演训范围为第1岛链延伸到第2岛链。国防部发布侦查到中国运机23台次，其中超过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20台次，结合中国军舰7只、公务船5只出海。印太地区的局势是继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已经伫台海常态性部署56只军舰，显示中国当咧豆豆救援对台湾的包围。过去他7次对台军演成效非常的有限，甚至造成国际社会的反弹，所以他在今年开始就是采用这种中性的所谓远海长航。学者分析，中国唔但用武力威胁台湾，嘛利用海警船、中国科研船、公务船侵犯太平岛在内的台海水域，想要表示因伫台海有管辖权。若台海前线有海巡捍卫海疆，国军嘛做好准备，防止中国游演转战的野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东县长姚庆玲落境参加这中国海峡论坛，讲是要推广台东的往来食客。联合会副主委梁文杰甲讲一句，讲台湾人较不咧食引起风波。梁文杰昨是甲立委来做伙食食客鸡鸭饼，出面来回答咧。会很死甜吗？这个不会。亲近来食台东县出品的往来食客鸡鸭饼，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进行一句，台湾人拢袂要食往来食客，引起地方农民的不满。在民进党立委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邀请之下，以第一摆为誓言回去咧。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2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怎么样避免被对岸当作这个统战的运用？
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能够提升凤梨世家的国内的消费量。啊，你讲吼，吃较久吼，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啦。为什么不讲说我们的凤梨世家其实都是外销到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今天要买多少，但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因为个放假姿态，现场也承诺卖200包鸡鸭饼，加买100盒往来食客做年节礼品，用实际行动向农民赔罪。为替食客农发声，台东县议会支持也办食客品尝会。即马毋是往来食客散柜，那立议员甲县长姚庆玲到店食切好的冷冻食客。接下来的产季有大木世家，然后冬天有凤梨世家，请大家一起把世家吃起来，好事带回家。我爱吃凤梨世家，台湾人吃凤梨世家。不过，往来食客假日政治攻防，期限是伫陆委会禁令之下，姚庆玲也是为推广农产品，用互动影片方式参加中国海峡论坛。新闻界指出，今日对姚庆玲进行行政调查，佮强调希望往来食客应加速加入台湾人生活水果，和农民生活无需要靠兑换生意收入才会稳定。记者综合报道。财经的消息来看，目前虽然讲这美国甲伊朗的谈判也未朝好势，这台股昨是靠 AI 带动，是搁再起1276点，收盘是47741点，那今日开盘是47795点。那根据这调查，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加风险指数拢创下历史新高。受美迄签署被碰到带动美国顶礼拜四收红，拜一亚股开盘延续气势，韩股经过上下震荡收伫9114点，起62点；日股收伫72353点，大起1103点。台股搁写历史新高纪录，盘中上悬47871点，大起超过1400点，最后收伫47741点，起1276点，创史上第7大起点。资金呢持续流向 AI 半导体的一个股票，美光股价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大涨创高，所以今天呢台股重新开盘之后补涨。台股大起，对了美股收红，国内争议双雄也贡献未少。拜二台积电股价各有新关价，收伫上悬2510块，起100块；联电起前磅收市160块。其他亲像记忆体族群表现也真强，记忆体族群的华邦电收伫212块，起1.6%；南亚科收伫505块，起9.9%。因为央行维持信用管制，现在营造类股大部分收乌，今日股市继续倒头。有法人提起，虽然美停火协议有进展，不过后续经济走向也是牵动市场的行情。油价的能不能够像布兰特原油能不能够回跌到70块钱左右？美光的财报以及呢辉达的股东会都要在这个礼拜举行，那可能对股市呢会造成一些的影响。虽然中东局势有有重大可能，不过国民信心较软。根据国泰金的公布，6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报告，有49.6%的民众想要解除定存，或者是用现金买台股。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上升到54.5%，风险偏好指数调高到40.6%，拢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居高思维，所以他觉得现在呢可能不是好的买点，而是卖点。他或许在等未来如果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那他再重新进场。全台股跌51连假了后，无看到转弱现象，反倒都来冲破47000点。不过专家呼吁国际局势有变数，投资人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再看英国首相斯凯尔面对党内逼退，昨是宣布辞职。所领导的工党9月7日国会复会进程，来选出新的党魁。这是英国最近这10年以来第7个首相。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英国执政的工党顶个月伫地方选举输甲真惨，首相史凯尔捌表示，为着维持国家的稳定，会继续做。也毋过顶礼拜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伫国会补选大赢，情势虽出现转变。伯南互人看做是会当引带工党继续执政的上联盟的人选，正做互史凯尔请辞的最后一个原因。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urn the tide, to make the country feel like it's working again, to make people see that politics
can make a positive difference, to make people feel hope again. 港岛内底有200位国会议员，好友史凯尔落台，包括内政、外交、甲交通大臣等等，拢有加入。有媒体报道指出，史凯尔伫甲内阁大臣、顾问、甲工会领袖等人讲话了后，认为家己已经无通继续留任。当当各界咧摇的时，伊伫8月主动提出请辞的计划。也毋过，伫伊还未表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大声伫社群媒体发文，有过史凯尔会是首相的职务。川普还佫批评伊甲移民甲能源这2件代志不好海气。也若史凯尔请辞落台，代表英国会迎来10党内第7个首相。目前接手的人选，大家拢讲就是伯南。若准党内无其他的挑战者，安尼伊就会顺利接班，完成史凯尔剩的任期，会做到2029年。也毋过，若准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等人有意思要出来争，而且摕到81个国会议员的人数，安尼工党就会举办选举。目前时程定伫7月底到8月之间，新的首相有通伫9月国会复会进前入去同龄家。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中东行政是搁再出现变数，伊朗是不满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搁再宣布把这荷姆兹关起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坚持讲无爱撤军，引起国内反弹。有超过90%民众拢认为讲这场战争是伊朗拍赢。伊朗宣布搁一摆关闭荷姆兹海峡了后，航运追踪机构 Kepler 统计，日的通行量已经为前一日的26只减少到5只，其中包括3只沙特阿拉伯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分析指出，实际通行数量可能搁较侪一寡，因为部分船只可能关闭准备自动辨识系统来稳重行踪。美军方面表示，相信有愿照常通行。就伫国际市场紧张的时阵，以色列国内对美伊协议甲总理纳坦雅胡的不满也继续升悬，因为伊朗毋但会当恢复出口石油处理真大的中建资金，也迫使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动停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甲阿加姆研究所公布的上新民调显示，大概90%受访者认为伊朗才是这场战争赢家。另外有超过80%民众认为以色列长期安全。颠倒做着下注，大概86%受访者不满美国甲伊朗无听顺以色列的达成协议。一名以色列执政党机关翕影片摕到停川普和美国各一摆伟大的红帽仔，换伫用黑笔来文写的全面胜利的那些帽仔。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面对内外压力，强硬表态。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斯基暗讲，绝对袂放弃提炼浓缩铀的权利，以色列才会当选择接受。真主党领袖哈希姆是讲，会反击以色列任何违约攻击的行为，也无可能让以色列继续驻军。لإسرائيل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炮火无情，伊军对黎巴嫩南部继续空袭，造成平平相逢。首都贝鲁特举行悼念活动，向一名罹难的海军保育人士致意。南部村庄是为4名遇难女性举行联合葬礼。另外一边的加沙停火期间，伊军阁空袭，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包括一个半岛电视台的联合记者维沙，也阁有一个囡仔甲平民。公司新闻是非常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因为讲一句讲 G7 峰会，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来求伊做会翕相，引起外交风波。这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已经取消访美，川普就批评梅洛尼根本就无支持美国，也让梅洛尼去回呛，强调讲意大利是绝对无咧甲人求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甲美国总统川普伫 G7 峰会了交手，搁伫社群平台了破面。川普一伊发文表示，美国这10几年来开数十条美金伫北约的军费顶悬保护意大利。毋过梅洛尼说极营营，毋肯徛伫美国这边保护民国甲全世界其他国家。川普批评梅洛尼这毋是啥物好代志。两国领袖发生冤家，庆祝17，意大利公布川普甲梅洛尼伫 G7 场边开讲相片。川普毋但伫接受意大利电视台访问的时阵，讲是梅洛尼一直恳求，甲伊斗阵翕相，20个伫社群顶悬讲，
梅诺尼伫意大利支持率真低，可能是伊部分去协助美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的战争。毋过，美国拍败伊朗时阵，梅诺尼过来回，是要来挽回支持度。川普佫口说讲，毋免拿多谢。川普发文的时阵，佫将梅诺尼的名字改拍唔丢去。另外，梅诺尼回应为原本的深深感觉定价，而且强调，不管是个人也是意大利，将来毋捌祈求到20日埃及会场。表示川普一直无断攻击是毫无意义，而且甲川普做朋友对支持率佫无帮助。梅诺尼补充讲，家己的支持率甲川普无关系，佫抗议也是先顾好家己的支持率。对无同意美国用意大利的简单跑道，是因为两国的军事协议条约，那伊也是总理一讲都免违反这规定。Sono incomprensibili i messaggi del presidente Trump. Noi abbiamo risposto in maniera forte, abbiamo inviato un segnale, abbiamo annullato la mia visita negli Stati Uniti, questo non pregiudica le relazioni assolutamente, però non potevamo rimanere in silenzio di fronte alle parole pronunciate da Trump. 梅诺尼是川普伫2025年1月就职典礼，为伊参加欧洲领导人。路透社报道，梅诺尼为2022年就任，支持率为原本的落差，到目前回升到35%左右。川普的支持率虽然伫这几天小可升悬到36%，不过依然接近伊政治生涯上低点。公司新闻新闻为朋友。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甲伊朗头一轮的谈判会后，美国表示，伊朗已经同意和国际关注零总署入境检查，一让暂时来解除伊朗石油制裁，温存生产、买卖、运送，一直到8月21日。中南地区卡达传出讲天然气设施爆炸，造成13个人死亡，66个人受伤。另外，部长嘛特别强调讲，这是一件意外，甲中东的战事是完全无关系。韩国的 Starbucks 顶个月用战车日广州民主运动来行销，引起风波，正吊强背调。让韩国全国2000几间的这 Starbucks 提前关门，替全体员工来进行历史甲伦理的补课。继续来看这高雄有民众讲啉一罐这果菜汁，啉了要加豉油片，所发现讲内底有物件，加开甲看，竟然有一碗乌乌，惊到要吐出来。另外，也有民众讲，第二间在卖冰的老店食到玻璃桶，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附着了很多霉菌或是真菌之类的那种感觉。消费者把这个乌色的物件夹出来，顶悬还有白斑，这是伊啉完的泡蜜果汁，利波包内底的卡，互伊想到就吐。觉得很想吐，然后也是蛮生气，因为觉得这应该会影响到个人健康。陈先生这个月2日啉完泡蜜综合果汁，要加利波包饲好饼，不过饲袂平，加包装加开才发现这个物件。饮料保存期限到今年11月还未过期，伊决定向食药署、行政院南部行政中心也有业者等单位反映。不过到尾也是业者联络要回收伊手头的产品，确认不是卫生单位。我会很愿意提供给他我的联络方式，然后请他也同步可以拿这个检体过去做化验，因为如果只有让厂商把检体拿回去，有可能就是各说各话。高雄市卫生局解释，当事人不是向市政府申请，已经有先调查卖场其他共制停产品无过样，因为泡蜜所属的公司不是伫高雄，会送所管辖的县市主管机关办理。业者回应，第一时间查核这批产品的生产制停、品质检验记录，也甲留样状况拢无过样，会持续甲当事人联络，提供必要的协助。另外，卫生局嘛来高雄这间老字号冰店稽查，因为民众反映，伫店来食酸饼的时阵食到保丽龙。业者表示，该衣物系为店内装芒果雪糕冰的保丽龙掉落所致，确实为该店疏失。市政府表示，检验现场的食材甲成品无过样，不过业者坦白承认，民众所食到的保丽龙是店内装酸亚雪糕冰的保丽龙，确认有疏失。除了要求改善，卖照10案罚，裁罚6万至2亿。记者采访报道。若是讲到台湾的生假率，甲这韩国唔是拼第一，就是拼第2，拢是倒头算的。不过这台中就有一位张小姐用16年的时间，就生8个，今年年底阁要生第9个。这医师也讲，这是伊做医师以来自然生产生上侪囡仔的妈妈。
囡仔为着婴仔，8个人同齐来翕一张相片，因拢是同一个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台中36岁已经有8个囡仔的张小姐，已经有4男4女。今年阁有新仔，有产期都伫12月。就顺其自然啊，宝宝来了就对啊，就好好照顾他这样。现在就一半一半，最大的今年16了，高1。张小姐讲，一切拢照提供备案安排。伊伫这16年以2年一体的速度，互家族成员愈来愈侪。医师表示，这是伊做医师以来拄着单人多体厝，佮拢是自然生产的相关记录。伫即马少囝怀出世之下，这款的个案是真罕见。结婚年龄延后，所以生育年龄也延后，所以结婚年龄大概是30岁以后了。以前30岁就选择结婚了，现在30岁之后才结婚。结婚他们再晚个2-3年，都是33岁、34岁开始生，所以每个都落到高龄产妇的状况。教养小孩的话，蛮多时间的，就是教育小孩，对，然后还有就是，小孩生病啊，或者是因为之前还有工作什么的，所以其实一边上班一边顾小孩，其实蛮辛苦的。其他产妇表示，这款的决定需要勇气甲冲动。伫考量养育甲生活开销之下，大多数拢是以1个至2个囡仔为主。陈东明表示，即马少年世代生育意愿会遐尔低，并毋是全拢是经济问题，另外也包括大环境对育儿家庭的无优先甲自身积极的规划。它同时还合并了，就是社会支持系统是不是足够，然后生育养育的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生活状态。或育儿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平？陈东明表示，虽然肯定政府推动育儿留职停薪等相关春秋甲人性化制度，各县市也予因生育补助甲育儿津贴，不过也是爱互民众有感觉，搁伫社会中得到多元接纳，生育意愿才会当有效提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潮是有动保团体反映讲，最近是有人伫咧网络顶咧卖台湾狗，一只卖1万。报警察合作，最后嘛成功抓到人，佮有救到一只1岁多的高山仔囝。大大蕊的目睭看起来模样真古锥，这只高山仔就是互世间的嫌犯放伫网络拍卖的商品。趁嫌犯等红灯赶紧冲去头前，大声喊车顶的人落车，才顺利抓到人。新德县动保团体进前发现，有人以一只1万块的价值，伫网络顶面卖台湾高山仔，随假影买约见面，也通知警方到现场抓人。协会的志工上网去得知这个事情，然后来告知我们那个议员的服务处这边对方开价一只就是1万块钱。那后来经由三民派出所这边围捕都有顺利的就把它围捕下来。相关单位指出，虽然台湾高山仔伫2019年已经改做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不过同款袂当掠，也袂当饲，更加袂当买卖。没有经过许可饲养野生动物，将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以及动保法，在这边呼吁民众切勿任意饲养野生动物。台湾猕猴这类的野生动物，潜藏人畜共通传染病的风险。农业处表示，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民众私底下买卖台湾高山仔，相关会罚30万。目前专案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个山低调的限制，定定拢会造成野生动物断脚断手，个去掠到这台湾乌熊、甲石虎等等这些保育类动物。有动物团体是要求政府爱修法，修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来禁止使用山低调。有个6月27日要就街头来争取保护野生动物。但是我再加1公斤，现在2公斤，它还是启动了。一条降速向索岸，甲踏入限制动物白条条，一只动物如要逃走，降速就速如岸，直直造成动物断脚断手。动物团体现场示范新型山地条对野生动物的危害。动物团体拜一伫立法院开记者会，讲山地条无差别伤害动物，对野生动物甲笼动鸟狗拢会造成危害，要求全面禁止。31只9死，居然还要再发放鼓励。来抓这些黑熊，再来石虎剩下500只，已经20只死了13伤。我们的农业部长在114年，其实他就在立法院承诺过，1年之内要禁止山猪钓，现在都已经几年了。农业部长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动物保护政策当儿戏。动保团体指出，2020年统计到打，抓地条害31只台湾乌熊着含者，其中有9只死亡。啊，那2023年到打，也有害到9只石虎，其中有8只死亡，显示沙地条对野生动物的危害是真严重。动保团体表示，目前沙地条的规范无够严格，主张着修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禁止这类含者。我们呼吁，就是立法院希望他们可以快点去修法，去禁止掉这个山猪钓。动保团体表示，这摆记者会是为着6月27拜六伫凯达格兰大道举办的集会活动暖身，希望改图宣扬好友森林，要求政府全面禁止沙地钓，而且进一步立法规范相关含者，保护动物的安全。记者郭正勇、王志光台北报道。境外消息来看，使用台湾配付钱，有诈骗集团讲要甲付钱的 QR code 爱传互伊，结果就是要甲你透露，目前是已经超过13人受害。警方争取时间，直接去超商抓人。抓到这一位也未还，另外一间超商搁去抓。全台警力总动员，4日查获117名车手，拢是为网购诈欺被害人手内摕到行动支付付款码，手伫调尾时候伫超商结销逃入点数。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敢若台湾配用户就有1300多人受害，本来只是要开几百块的消费，电导行引导截图换翕，交付付款码损失1万起跳，投入的总金额超过1.3亿。将来这会当去甲诈骗车手讨赔，检讨会转来充满变数。任何的一个付款码，任何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消费的过程中，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凭证或 OTP 密码，算是使用者自行输入，然后把款项移转的一个行为，就没有办法是主张你是可以追回这些损失的一个条件。其实，唔那台湾配，警方说明，全台几啊间银行所推出的支付工具，也捌有类似的套路案件。面对一直有这类的诈骗，金管会银行局已经要求金融机构7月底进前，爱设定机制，专门主动付款码截图。这样就他们会用系统上去控管，就是限制不能够截图或者是荧幕分享。我们是要求最慢7月底以前要完成。家的诈骗好像主要就是透过台湾配的这个部分，所以财经这边就是已经统一要求3分钟缩短成1分钟。虽然已经有真侪项的作为防止付款码透露，也毋过银行局讲，目前对还息也是无防制方法。有专家建议电子机构建立系统，分析用户的异常消费，若出现异常真悬金额的交易，才会当随发现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拢想要造车做稳奖，毋过全台湾有10万张的计程车牌，有9成拢伫6都的车行手头。若想要挖车行挂牌，台中是花甲一地就要35万。交通部有个修法禁止车行提早趁钱，违法爱罚9万，上紧8月实施。想要驶计程车无遐尼简单，因为真侪驾驶人真情，车行向客行驾驶收牌照使用费、甲权利金，抑个其他无合理的费用。即马交通部附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91条之一等相关法规，禁止车行不当收费甲牟利。牌照的问题比较难，因为都在一些车行的手上嘛，有些地方可能就几万块，有些可能是10几万吧。目前全台差不多10万张计程车牌，加今年5月底，全台计程车登记数量差不多92303台，9成集中伫6都，其中将近6000张空车牌掌握伫车行手头。因为牌照数量登记无检讨，产生空车业遭到部分车行把持。原本免费车牌驾照有价商品传出台中一个车牌花价35万。对司机这个较有保障啊，甲袂去用保释这个金钱啊。照交通部即摆规定，想要申请个人计程车无简单，除了爱满30岁以上65岁以下，爱符合驾驶经历、户籍加职业资格规定，也免负重大犯罪记录、重大交通违规，爱连续有经验小汽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满2年以上。本人也免经营计程车客运业。现在的车牌数这么少，今天要去挂牌的司机，为了要有牌照，很多时候即使车行去提出了
违法的一些条件，很多司机也不敢出面举证。明确禁止收取未经核准或契约未约定费用。如果查有不当收费的情形，主管机关除可以命其停止收费外，并可要求退还超收款项。交通部表示，为避免行车牌登记不利用申请交易问题，将牌照退补年限为3年减少做1年，上低等限1年。若修法顺利，上紧8月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自动驾驶公车上紧2027年要伫咧北市区来试检，开15条公车专用道，目标是2029年要正式启用。不过，这自动驾驶就发展遮侪年啊，敢真正有法度来应付台北市的交通，嘛引起众人的讨论。透过影像辨识连接系统侦测路上障碍物，这是2029年北市伫信义路推动试坐的5支自驾巴士。即马北市府日前宣布会加速推动无人自驾公车，上紧伫2027年就半年都会伫试验场后做试验，到2029年实际落地方向努力进行。辉达台湾总部确定落脚北市科，北市府第一项重要建设就是善用北市科整体开发具阶段性，而且道路基础建设完整等特性，将推动无人自驾车测试。市府目前规划今年都会利用封闭园区，像台北市立动物园试办无人自驾专家服务，累计运行经验刷落来，明年就半年会伫北市区开放场后的实验地区做试验，会为无载人的货运车辆阿最车顶开始，加一步一步导入载客专家服务。那第3阶段就是明年下半年，我们会针对台北市15条的公车专用道来进行无人自驾公车的进行。这个是我们在将近快1个月以前在讲的事情。当时我们不但帮忙提出变电所这个嫌恶设施，你要怎么让它变成大家可以接受之外，我们还提了跟旁边的公车总站。北市府解释，伫制定详细会议了后，工作小组去年9月就召开第1摆会议，搁伫今年6月交通部经济部定召开第23摆会议，验过早伫2018年经济部就制定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交通部也伫3年后订定相关指引，意思是摆渡没有法规限制，验过8年过去，多数停伫实验阶段。台湾过去在做这些试验的时候，态度上比较偏向技术验证，而不是去验证整个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啊，然后这些法规上可能带来的冲突的问题。所以这一块反而是我们这些技术一旦成熟之后，要输出国外比较重要的一些状况。有系统上指出，台北市交通环境复杂，接逢时段车流量大，自驾公车除了爱驾汽机车，有人驾驶的公车强准部分公车专用道站区较长，安怎精准停靠顺利上路客，也拢是未来推动的是爱克服的挑战。另外，包括开放道路测试、驾驶责任归属、甲相关法规配套，也拢爱同步实施，才会当加速自驾公车落地。记者综合报道。董事长甲团的主唱炭工仔囝结党的做音乐要30年啊！去年是以老爸做炭工故事出头一张个人的台语专辑《痛苦咱的兄弟》，今年入围4项金曲奖的肯定。饮可是开始无啉，无啉你就袂甘心。艰苦钱就爱滚换开，明知唔知会伫代。做炭工上惊有命赚无命开，董事长集团的主唱吴永杰，以老爸较早在随风做炭工的故事，创作个人的头一张台语专辑《痛苦咱的兄弟》。会号这个名，就是因为炭坑定拢是4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真侪炭工是无穿衫的。吴永杰嘛用音乐写山戏的职业伤害，写炭工为生活打拼，嘛甲炭工的话语变做歌。比方就是啉好死较死，无啉你就袂甘心。好炭无共心吼，就会较危险。炭工仔囝拢无爸爸帮爸爸写过歌，就开始想讲，有机会会使来写一张炭工的专辑。其实以前火车起行、发电也是煮饭拢爱烧土炭，炭工会使讲是国家的无名英雄。入坑的风险真悬，性命拢寄予土地公，会当平安出坑是上大的愿望。吴永杰讲，真侪炭工仔囝拢已经活出无共款的人生。爸母有关系的欢呼平安上要紧，伊嘛甲写做囡仔一个听就会晓对咧唱的旋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顺时顺时。
高英杰出道要30年，做真侪台语歌，嘛感受到台语传承的危机。伊认为母语要伫生活中更加重要，所以毋若开始写台语囡仔歌。这几年的创作嘛，拢用台文书写。即马少年朋友有开始慢慢愈来愈侪人用教育部这个系统嘛，我看这是一个，因为你语言的久啊，文字看久你就变会晓看，互别人想要去学台语的人，会使更较侪，会使去接受的。痛苦咱的兄弟这张专辑入围第37届金曲奖4个奖项，伊嘛悄悄讲，若有得奖，奖金要含老爸一人一半。高英杰毋但是为老爸为炭工创作，嘛为台语的未来留下脚迹。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国立历史博物馆台语数位绘本《分游博物馆》入围国家级第50届金鼎奖数位出版奖，用猫仔、甲鹿仔、甲狗来做主角，用台语来了解文物。一阵鸟仔飞过来，要邀请猫咪、高山仔、甲梅花鹿加入伊的红彩舞会。台语绘本咧讲，猫仔、狗仔、甲鹿仔赛主角变做魂，去书博馆写文物的故事。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建馆70周年头摆推出线顶的台语数位绘本《分游博物馆》，会当甲观众文物互动，用台语小解文物。彩绘舞基用是12仙跳舞翁仔。一周2仙2仙，那它会在哪些文物当中来流连呢？清代的花鸟刺绣横批，然后还有马白水的那个太鲁阁，用传统的文物带入现代的台湾语言，然后作为跟亲子互动。官方讲推出线顶台语数位绘本，毋但是希望互民众认捌文物，嘛增加观众接触台语的管道。啊，那分游博物馆的台语顾问讲，透过出版品展览点点现代的方式呈现台语，互民众了解台语毋是古早的语言，是现代生活但不时会使用的语言。台语的出版品啦、导览啦，还是讲结合文物的物件会出现，家长还是讲咱的学生来讲，原来这台语毋是古早话，伊是伫咱的生活中不时会出现，安尼伊才会有较强烈的迄个学习动机。另外，分游博物馆嘛入围国家级的出版奖，第50届金鼎奖数位出版奖。官方讲会继续扩大博物馆的公共性，和艺术甲典藏文物，用更较多元的方式，互民众看到。记者高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文化部2024年开始推动文化乌楼计划，将举办新歌发表，希望大众会当来支持咱台湾的原创作品。发展咱的文化科技，嘛拍入国际市场，互全世界拢看到咱台湾。我们现在在地狱，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结合现代的 VR 科技甲传统的宗教文化，互民众那清楚伫地个。这是文化部文化乌楼计划其中一个成果，也是一个会当同时互100个人体验的 VR 作品。360度你拢看到物件，所以唔是像电影敢伫你面头前尔。啊，你做这物件，你拢会当去做互动啊，去摸啊，去看。文化部伫2024年开始推动文化乌楼计划，拜一举办新歌的发表会，呈现这几年来文化科技甲原创内容发展的成果。年轻一代的创作者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创作者真的不太一样。他们充满了热情跟新的观念，而且真的是很在地的，可以从台湾的文化传统里面找到创新的题材，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李冠表示，这届计划会当有成果，除了政府资金的投入，另外就是靠台湾的科技，加上台湾本身有文化内容甲传统文化的底底。动画创作者也讲，因为台湾真多元，才会当有遮侪创作的容量。我们就希望从故事到主题到技术，都是可以呈现出台湾这个地方它非常难得的多样性，还有丰沛的创作能量。一群台湾的动画工作者在这里，在这个土地，将他们的情感和记忆说出一个非常真诚的回应。因为文化部的乌楼计划对2024年做到2027年，文化部长也当场宣布，伊当咧写后一个100亿的计划，希望继续争取政府的支持，来推动文化甲科技的结合，也会和创作者积极开发国际市场，互全世界通看到台湾的文化作品甲科技。记者顾佑基林票凯台北报道。帕金森的患者行路袂使，定定拢会跌倒。这随时是有研究团队来利用这 AI 技术，发展出新型的脑刺激疗法。患者行路跌倒的状况已经改善真侪。
画面中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每一骹步拢行甲摇摇摆摆，这嘛是传统深部脑刺激术无法度完全解决的问题。过去放入去大脑深部的电极，敢会当用固定的频率继续刺激，减轻皮皮喘或者是骹手伤硬问题，也毋过改善走路袂在，这效果真有限。Symptoms that do not respond as well as we would like to, and among others, the symptoms that usually don't respond so well to DBS are what we call axial symptoms, so symptoms affecting the whole body, among which you have gait and balance problems.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团队就利用人工智慧研发全新的脑刺激的疗法，利用40位患者的资料去训练 AI 演算法，精准辨识大脑当中甲动作有关系相关信号。若是侦测到患者的动作改变，伫短短几秒钟以内，就当即时调整出上适合的刺激强度。If my patient is walking, we're going to go and stimulate the best possible for walking. When my patient sits down and starts eating, we're going to deliver the best stimulation for that. 这上新的研究刊伫咧自然医学的期刊顶悬。研究团队讲，新的疗法上介厉害，就是会使按个人的状况去调整。For the 4 patients, I mean, I insist on the personalization part. So far, this allowed them to walk better and to be more stable, to avoid falls, and this kind of things. 研究团队坦白，这新的疗法需要搁进一步改善，也搁长时间的临床检验。毋过嘛已经互帕金森氏症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如果讲会使顺利来推广，凡是会使互当年承受帕金森氏症之苦的人，重新找回来稳健的脚步。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伫咧法国巴黎塞纳河边有一个船啊，变做是水上的册店，内底有超过5000本册，会当借来看，互民众会当哪看风景，哪读文学。我伫巴黎圣保伊对花这只长条船啊，看起来普通，今日船舱煞别有洞天，册架沿船身一路排，民众简单拣一本册，就会当伫甲板顶头欣赏塞纳河河景，更若享受活动的时间。Donc Nana, c'est un nouveau lieu littéraire, c'est une péniche littéraire. Le soir, elle devient même festive. Nana 今年5月开幕，未来10档拢会规划定点停泊，除了活动空间，船顶佮规划文学讲座、作家交流等等的活动，希望吸引更较侪少年人走入思想的世界。Parce que la scène, elle a toujours inspiré beaucoup les artistes, les poètes. Donc ça avait beaucoup de sens de mettre cette péniche littéraire sur l'eau. 这毋但是梦情打开景点，佮较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基地。船舱内读册会专区精选超过5000本的作品，各类经典拢总有。Différents types, donc là nous avons avant tout des autrices, on a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lassique, de la littérature étrangère, des essais, de la poésie, du théâtre. Et c'est ici que nous organisons tous nos événements littéraires. Donc, 上特别是这袂是一个共享的册箱，看册、借册、换册，拢总会使。Moi j'aime bien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 peu comme une grande boîte à livres,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viennent en emprunter et voilà, ils sont pas obligés de le rendre et ils peuvent venir en déposer. Donc ça fait un format un peu original puisque on est peut-être la plus grande boîte à livres de Paris. 这是安静的册店，暗时是文化酒吧，这种拍传统册店这项的创意，成功收获下世代、下各界各路游客。J'aimerais même que ce soit appelé à plus se développer, de mêler le fait de passer un bon moment avec des amis en buvant un verre et en même temps pouvoir parler de livres de manière très concrète. 一澳洲一本册，加上巴黎圣保院的礼道景致，水上册店当点到更较侪人活脱热情。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下晡晡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8度至37度，中部地区27度至36度，南部地区28度至36度，东部地区28度至33度。大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